今仔中华嘅保盐溪湖，即马在一场受损害，农民即马有钱嘛买无，还有伫鹿港，即做五金的业者是河水因甲密密麻麻，爱报废报销的物件会了上千万。将伫丰原的外海蚵仔白共款拢互草啊茶砍掉咧，嘛有9成拢害去。温小厝顶雨风吹了涂骹要饮水分裂。 有一寡高丽菜菜栽希望佫黄旗情形，开辟风台基建了后，中部的菜栽场也受到影响。想要复耕的农民赶紧买这菜栽，想要种，市场却是供不应求。伫中华保盐甲溪湖有3公顷的菜栽业者讲，要先出货来满足进前的订单。风台季了后，复耕的需求暂时无大来供应。它被水淹走了之后重种啊，但是它之前并没有定苗，所以它临时去找那个有库存的苗会不好找，因为现在几乎都是订单制的生产，所以比较没有库存的菜苗。用真侪清水来洗这个水果金的零件，不过依然是无多入着供货进度。中华鹿港顶环埔地区是全台上重要水果金生产的所在，一年有大约600亿产值，这摆也受灾真严重。有业者干那产品报废损失就上千万。啊，拢土啊，拢水也水袂起，再话报废了算千万嘞，再报废。这2卡柜啊，45尺要出拢无通出。丰原外海海平所在，大约500多公顷的蚵仔田，互草甲树枝以及水稻茶砍掉咧。蚵仔毋是被冲走，就是互稻草甲烂土翕死。超过9成的蚵仔田拢毁掉啊！损失无度估计。离港渔业署甲民意代表来勘灾，希望中央赶紧提出补助做法。你啊看少安尼，少安尼一片价片安尼，都看安尼，哦，真痛苦的啦。 后端的部分还有所谓的低利贷款，那这一次的部分，农业部对于所谓的半年天灾免息的部分，不管是新贷还是旧贷的部分，再来就是水试所其实也有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后端要做护园的一个技术服务的部分也都要投入。渔业署强调，一旦中华管府停补受灾统计资料了后，补助平半式蚵仔田1公顷3万3，另外佫提供20万块的低利贷款，救助详细情形的前景来工具，协助农民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